这个视频呢，确实是细思极恐。我们知道，香港知名的影星叫梁小龙老师啊，他前2天呢，在为失踪儿童发声之后，离奇的死亡了。全体网友啊，都在网上来追查凶手。2026年1月13日，梁小龙老师呢，他曾经饰演过陈真的啊，在中国内地很多人都知道他。而他在1月13日，在中国的抖音上公开呼吁判处人贩子重刑，尤其是伤害儿童的一律死刑。那么他发了这个抖音之后啊，第2天他人就死了。所以评论区啊一片质疑，说梁小龙先生他的死因啊很可能是被暗杀的，而这些凶犯的背景可能就是中共权贵的集团。因为一旦这些知名人物公开的为这些受害人发声的话，那么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产业很可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。所以这个视频呢，现在在海内外引发了巨大的反响，大家可以好好看看啊。希望更多人关注被拐卖的儿童，我建议对人贩子一律冲判，尤其自残的儿童的更要由他们判他们死刑，太残忍了。希望更多人关注被拐卖的儿童，我建议对人贩子一律冲判，尤其自残的儿童的更要由他们判他们死刑，太残忍了。希望更多人关注被拐卖的儿童，我建议对人贩子一律冲判，尤其自残的儿童的更要由他们判他们死刑，太残忍了。希望更多人关注被拐卖的儿童，我建议对人贩子一律冲判，尤其自残的儿童的更要由他们判他们死刑，太